咱伫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承认阮是一个软弱的罪人，需要你的帮助。主，阮用谦卑的心，用严肃的心，伫你的面前承认阮家己的罪过，求你清去阮的心。主，你用你稳定的话，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你讲，既然着无他当代，就来求近你，你要互阮得到安息。所以主，阮虽望有真济艰苦困境，但总是阮来到你的面前，要得到安息。也确信。透过今日的礼拜，我们搁这边领受你所赏赐阮的快乐。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赏赐稳定，互阮保守看顾阮的一切，互阮用无下数的信心得到你的欢喜。主啊，阮等下伫礼拜中间，也要甲你同坐倒。搁一遍思考主耶稣基督所为阮带来的恩典，所以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准备阮的心来迎接这个圣洁的交通。恳求主你帮助阮，阮上时也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手所做的工，求你坚固伊。恳求主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教会当时的兄弟姊妹，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得到激励，互阮凭信心的缘故，用阮的生活、行为甲言语来荣光你的圣名。主啊，阮也为着教会所设立的各项机构来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透过这个机构来荣光你的圣名，祝福搁较侪人。主啊，今仔日伫礼拜中间，阮也要举行任职者的就任式，恳求主你透过这个仪式，坚定阮的信心。互阮回应你的竞选，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所有的任职者，会当接受阮的责任，透过阮手所做的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阮也将阮心爱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台湾伫你的保守下面，哪来哪好。伫新的一冬，阮有新的气象、新的愿望。上时也恳求你保守看顾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会当用同一的心志来行护福音，求主赐福看顾。阮上时也将现主时也拄着真严重的肺炎影响的世界，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怜悯看顾。因带保守，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咱要欢乐，咱要庆祝。亲爱兄弟姊妹，新年恭喜！这碟咱要来吟诗，圣诗173首，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大家起立。请坐，请大家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2021年头一个主日，第一项代志，阮就是要大大感谢你对台湾的疼痛。去年全人类有发生有史以来上大、上长时间的瘟疫，全世界拢真凄惨，到即仔还佫真严重。对岸每工拢有飞机飞来飞去，对阮虎视眈眈，文攻武吓。但是踮伫台湾的人，却会当平安来度过。这若毋是你的恩典，毋是你所行的神迹，哪有可能？阮伫遮常常向你祈求，互台湾这个孤儿早日得到世间人的尊重。无想到阮耐心听候，你有听到阮的呼求，看到阮的委屈，亲像2、3千年来你听到以色列人哀哭一样。
即摆你互台湾大大向前跨出一大步，互世界看到阮持守民主自由的拍拼努力，以及对人类的帮赞。这是2020年上大的成绩，是上感恩的一年。阮要谦卑伫你面前，带着安慰、温暖的心甲目屎，对你表达阮无限的感谢。过去一年，伫蔡牧师甲副牧师的带领下面，常年教会全体兄弟姊妹特别感谢你，互阮对伫去年礼拜阁倒转来圣殿敬拜，阮平平安安。即种你所享受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阮伫台湾的人拢有享受。即一年中间，蔡牧师用摩西、约书亚四个士师、马太、保罗、巴底麦、路德，一直到撒母耳做例，详细传讲，阮遮个无完全的人，有缘得到你听的信息，做阮的反省甲鼓励。互阮努力伫生命会改变，做一个你所欢喜的人。你也互阮做同工，愿意奉献伫真侪宣教、听人的事工，带人信主。这是你所赏赐阮搁较宝贵的礼物，搁再一摆感谢你。但是阮伫学习中间，也是有缺陷，也是有无完全。阮骄傲、自私、小气、怨妒。有当时真虚荣，阮也常常犯罪。尤其基督徒这3字所展现出来的骄傲，引起人民的反感，变做阮宣教的窒碍。阮嘛有定定有迷信的时，阮家己做主，家己主张失去谦卑，甚至伤害着别人。阮伫遮忏悔，求你赦免。阮人民中间，也阁有甲阮同款、无同款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甲阮完全颠倒头。阮常常感觉，为虾米遐尼毋知满足？为虾米遐尼大的怨恨？这个事是阮心中的痛。求你的圣神，互踮伫台湾即个岛屿、即个国家的人，拢会当增长智慧。会晓得判断甲选择，阮嘛是要照耶稣基督你的教示，为着因，为着台湾即个人民甲土地来祈祷。阮嘛要听因，有一天，所有的人拢会当团结伫阮即个国家。新的一年，阮有新的愿望，阮希望天父上帝，阮要照圣经所讲的，每一个人若有拄着什么苦难，求你拢记伫阮的生命册，也将阮的目屎装伫你的皮袋仔内面。到将来，阮去新天新地的时，你就会甲阮赐答。也要求你用你坚固的手骨，将阮牵条条。阮每工早起来，会当心中拢充满疼甲满足，扩大阮心胸的境界，期待你的祝福。阮嘛要分享互别人你的祝福，亲像日头的光遮尔灿烂。阮实实在在将你对阮的疼种伫别人的心中，也赐福气甲平安，互所有用恩典敬虔活伫你面前。努力做你的工，阁无夸口的人，阮的祈祷无充足，阮要用你所教上完全的祈祷文，做伙向你恳求。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意像像天，我的旨意不要做法，下面我的国度，请主发达下面我的人，我的法律体系，对我法律的爱，对我法律的灵魂中心守护，代代不尽。阿门。
咱要来启用，请咱掀开圣诗后面32页，启用21篇，启用21篇，诗篇100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要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即条要过来吟圣诗，就是头拄仔咱礼拜前圣歌队所吟的新的圣诗444首，伫咱的周报内面第4到第5页。主，你调明何等的清楚，请大家起立。坐。这碟，咱要来要来读使徒圣经啊，请大家搁起立。我信。
请坐，真实的。即点咱的圣歌队要来学乐，因所要吟的是心灵刻薄的喜乐。圣歌队吟遮尔水的歌，愿上帝会当纪念祝福因的侍奉。即碟咱要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撒母耳上卷16章第1到第13节。现代中文译本336页，台语汉字版308页。撒母耳上卷16章第1到13节。现代中文译本336页，台语汉字版308页。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第1节，上主对撒母耳讲：“你还要阁为扫罗悲伤偌久呢？我已经气杀伊，无爱伊做以色列的王。你带一寡橄榄油去伯利恒，
到有一个名叫做亚西的人遐，因为我已经要选伊一个囝做王。撒母耳问讲：我哪会当安尼去？如果扫罗知，一定要杀我。上主讲：你带一只细只牛去，就讲你是去遐要向上主献祭。你请亚西来参加祭礼，迄个时我就会甲你讲应该要安怎做。我指示你的迄个人，你爱抹油做王。撒母耳遵照上主的话去做，到了伯利恒，城内的长老踉踉出来见伊讲：先见，你的访问带来平安吗？撒母耳回答：平安。我是来向上主献圣祭，恁爱清起家己，然后对我来。撒母耳嘛叫亚西甲伊的囝清起家己来参加献祭。第6节，因到的时，撒母耳看见亚西的囝以利亚，心内想：哦，徛伫上主面前这个人，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但是上主对撒母耳讲：毋好看伊的外表，佮悬大的身材，我无选伊，因为我看人无像世间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然后亚西叫伊的囝亚比拿达行到撒母耳的面前，但是撒母耳讲：毋是。上主嘛无选伊，亚西阁叫撒玛前，撒母耳讲毋是，上主嘛无选伊。安尼，亚西将7个囝拢叫到撒母耳的跟前。撒母耳对伊讲：毋是，上主拢无拣因中间的任何人。所以撒母耳问亚西：你还阁有其他的囝吗？亚西讲：还阁有一个上细汉的，伊伫外面咧顾羊。撒母耳讲：你叫伊到遮来，伊毋来，咱就无要献祭。亚西就派人去叫伊来。伊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两个喙皮红红，目睭有神发光。上主对撒母耳讲：就是伊，你甲伊抹油。撒母耳将橄榄油摕出来，伫伊兄哥的面前，甲大笔抹油。上主的神马上临到大笔，对迄天起就甲伊同在。撒母耳就倒转去拉玛。以上愿上帝祝福，定定读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实实在在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蔡主任牧师要来甲咱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49》大笔第1讲，大笔第1讲，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对这礼拜开始，咱要做伙来看大笔的生命故事。大笔的这系列的讲章，牧师原本要甲大家讲8讲吼。因为咱2018年咧讲这木心系列的时阵，有讲到这个大笔的故事，勇敢吼，咱拢总有讲5讲吼。所以咱这个系列，咱先来看3项大笔的生命故事吼。今日咱要看第1讲牧师来号名叫做精选。咱知大笔是旧约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伊细汉因伫士师的时期吼，迄个时阵无王来领导因，了后伫百姓的要求下面，后来伫撒母耳的高抹下面产生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就是扫罗。扫罗一开始真好，真谦卑，但是后来哪来哪无顺服上帝，所以最后上帝弃绝伊做王，另外
立大笔接续扫罗来领导以色列人。所以咱对今仔开始咱先来看大笔安怎被竞选，了后咱会看伊安怎回应上帝呼召，到落尾成做以色列人上界伟大的一个君王。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啊，伫你的话语就是圣经中间有记载真济，在你所竞选的人物，阮确实会当对因的生命故事顶面来学习。伫生命中间好的所在，阮学习安怎去做，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伫生命中间有瑕疵的所在，阮也思考安怎避免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主你帮助阮，阮每一遍咧听这个记述的过程中间，主你的神就甲阮三甲地地激励阮，互阮哪来哪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经文一开始，上帝就对撒母耳讲：讲我已经弃绝扫罗，无爱伊做以色列人的君王，所以我另外要竞选一个人，所以爱撒母耳带这橄榄油到伯利恒去，到一个叫做亚瑟的人的厝，因为已经竞选亚瑟的一个囝来做王。撒母耳就甲上帝讲：我怎样会当去？如果若扫罗知知我要去抹油抹另外一个王安尼一定会杀我。上帝就讲：安尼你就牵一只细只牛仔去，就讲你去遐是要向上主来献祭，然后请亚瑟甲伊的囝来参加这个祭典。迄个时阵，我就会甲你指示安怎做。我指示你的迄个人，你就高抹伊做王。所以撒母耳就遵照上帝的话，伊就去到伯利恒。但这个时阵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伯利恒这长老拢真惊呀，摇摇出来见撒母耳。为什么安尼？因为撒母耳是当时阵的以色列人的领导者嘛，伊是一个先知，也是祭司。伊若无代无志无可能讲来到因这个小小的伯利恒这个城镇。所以因即群长老就认为讲，因若毋是要来接避人，就是有啥物重大的代志要发生，伊才会出现。所以因就真惊吓，因才会问撒母耳讲：你的访问敢是带来平安？撒母耳也讲：我是带来平安的，我是要上主献祭。所以你来清起家己，然后对我来。撒母耳也吩咐亚瑟甲伊的囝清起家己，做伙来敬拜上帝。因到的时阵，撒母耳就看见亚瑟的囝以利亚，这大囝，伊看到以利亚，一表人才，伊就心肝讲：安尼这个人一定是上帝要选立的。但是上帝却对撒母耳讲：你毋通看伊的外表甲伊权大的身材。我无选伊，因为我咧看人无亲像世间人，人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然后亚瑟去叫伊第二个囝阿比拿达行过撒母耳头前，撒母耳摇头讲：这个毋是。亚瑟去叫第三个囝撒玛行去，撒母耳嘛讲：上帝无选伊，都安尼7个囝拢行过撒母耳的头前。撒母耳讲：上帝无选因中间的任何人。撒母耳就问亚瑟讲：你敢有其他的囝？亚瑟讲：还有一个细汉的，伊伫外面的雇羊。撒母耳就讲：安尼请伊来，伊若无来，阮就无要献祭。所以伊就去请大笔转来。然后上帝就对撒母耳讲：就是伊高抹伊。所以撒母耳就伫伊的大笔的正大兄的面前来高抹大笔。这个时阵，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伊高抹伊了，上帝的神马上就支配大笔，对迄天开始就甲伊三甲地地。
然后撒母耳完成伊的工作了，就回去拉玛去。咱今日看这段经文，那么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大卫伊安怎被竞选？上帝竞选人的原则以及大卫安怎回应上帝的竞选。首先，咱来看咱若比较扫罗甲大卫被竞选看起来改成真类似，因为因拢是撒母耳去高抹这个因诚做王，但是实际上咱若来比较起来中间有真大的差别。扫罗被竞选是伫撒母耳记的第8章。咱若去看的时候，咱就知影扫罗被竞选的原因是因为撒母耳年老的时阵，伊就立伊的囝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伊两个囝大汉叫约尼，细汉叫阿比亚。但是这两个囝甲撒母耳完全无共款只顾要趁钱，收这报路，无要照公道来判案。所以以色列家的所有的长老拢感觉讲哇，若交互这两个就惨啊！所以因就去找撒母耳，对伊讲讲你的囝无要学你的模样所以另外替阮立一个王。后来因就立扫罗做王。所以咱来理解就讲，扫罗虽然是表面上是撒母耳所高抹的，但是伊之所以会成做王是安那？是人的要求来立的。但是大卫无共款咱拄则一开始咱看到的，上帝对撒母耳讲伊选一个人这人是亚西的囝，中间选一个人来做王。所以大卫是上帝亲自竞选的。所以两个人是完全无共款。后来这个因为人要求的扫罗被上帝弃绝，大卫却成做以色列人上界怀念、上界伟大的一个君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安尼咱来明白一点：人受竞选，人受呼召来参与伫上帝的事工，是来自上帝亲自的竞选。毋是来自咱家己的选择，这点咱爱真清楚。咱若看约翰福音书15章16节，耶稣基督安尼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结迄个常常伫地的果子。咱若去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头前就写一撮字当然是用古早文写，古早的翻译写，就是写约翰15章的16节。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结迄个常常伫地的果子。为什么要安尼写？就是互所有新学院的新学生，拢会当了解，今仔日恁受呼召来成做上帝的罗卜，来将来要参与伫教会的事工。这个呼召，毋是恁家己的选择，是上帝亲自竞选恁，互恁有福气，会当参与伫上帝的工作。这点咱爱真实去了解。咱今日伫教会中间参与事工，咱嘛爱有这款的明白。咱等下要举行这个临职者的就任式，所有临职者。拢是上帝所竞选、上帝所呼召的，所以因需要伫上帝面前，甲上帝使用，爱照法度来进行，然后尽家己的气力去完成上帝所交代咱的事工。这点咱要有这款真实的明白，因为上帝竞选咱，所以咱有机会来参与这款的服侍，咱爱珍惜这款的机会。我捌有一遍。甲一阵牧师去韩国做研习访问，伫研习营最后2天，这个主办单位安排阮去韩国参访旅游。因为阮有差不多几啊百个牧师做伙去，所以坐几啊只无共款的游览车。阮去哩这游览车了就有一个导游出来介绍家己，然后欢迎阮。这个导游讲这法语讲了真好，伊咧介绍家己的时阵，
伊头去就讲，哦，今仔日有够欢喜，感谢上帝吼，互伊有机会参与即款的服侍。阮工团的牧师就来问讲，你华语讲了遐尼好吼，你平常时是咧做啥物款的工作？伊讲，我平常时我就是咧做导游吼。今仔为着吼，因为教会知影教会有这个牧师来拜访，所以伊特别吼请假来教会做志工，来参与来招待阮，带阮介绍即个韩国的即个情形吼。伊同阮讲吼，讲今仔伊是来做好运的啦，强敬着吼。伊讲吼，因的教会规模真大嘛吼，因教会差不多50-60万人啦，吼。所以内底会晓讲华语的导游吼，都真济啦。所以因吼拢爱先去登记，去排队吼，排队讲若有外宾来访问的时阵，你有即款的文书吼，真济人对无？对遐抽签吼，抽签出来。伊讲若叫抽到的人偌欢喜的吼，拢赶紧摆脱所有的这工作吼，就是专心要来做即款的服侍吼。伊讲伊是来搞好运，讲几若遍啦。讲会当出来招待阮是来搞好运。我心肝实在是吼，听伊安尼讲吼，我实在讲这甲台湾无啥相共吼。伫教会中间有时要拜托人出来服侍，去向鼓正吼，鼓正去向拜托，着去运用牧师甲伊的关系。但是因去用抽到吼，要出来参与服侍，是遐尔欢喜。所以我是感觉讲，即款的精神，其实咱爱学习啊。咱今日受竞选、受呼召，来参与伫上帝的圣工中间，这是种恩典。因为咱是受竞选，毋是咱家己愿意的，这是上帝伫千万人中间亲自竞选咱，互咱有机会咱参与伊的圣工。所以咱爱感谢，咱爱感谢，咱真正即款的人物爱放伫咱的心肝。检查有一寡人会安尼问讲，教会人才遐尼济吼，上帝无可能竞选我。但是咱接续来看，咱看起着吼，大卫之所以被上帝竞选，毋是在伫伊的外表，比外表吼，伊输伊的大兄真济。但是伊受上帝竞选吼，是因为伊的心啦。甚至咱会当安尼讲，圣经中间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大多数拢毋是因为伊的才能，是在伫因的心啦。讲才能毋是上较要紧的条件啦，是在伫伊较愿意回应的心。咱知影，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撒母耳领受上帝的指示，知影要去亚西的厝找伊的囝中间一个来高抹伊做王。但是撒母耳嘛毋知倒一个，所以撒母耳就伫亚西的正囝中间开始一个。选拔的活动，亚西爱伊的囝一个一个行过撒母耳的面头前。咱看去登记第1号吼，以利亚，伊对撒母耳的头前行过的时阵，撒母耳看讲哇，这个身材宽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这是一个做君王的材料。所以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选这个无毋对，但是。上帝对伊讲，伊讲毋通看伊的外表甲伊宽大的身材，我无选伊，因为我看人毋是亲像世间人咧看人，人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所以咱爱理解，就是讲上帝咧选择人，甲咱人咧选择人是无共款。亚西将7个囝拢叫到撒母耳的面头前，撒母耳拢对伊讲，毋是上主无竞选因中间的任何人，伊就问伊讲：你敢有个其他的囝？亚西讲，阁有一个细汉的，伊伫外面咧顾羊，表示亚西感觉讲吼，若要选王吼，这个代表这大场面伊毋免来啦，伊是细汉的嘛，都互伊做伊家己的工作，所以咱会当理解就是讲，伫人的眼光中间，无可能去选择代表啦。但是，因为上帝的竞选甲人的竞选完全无共款，所以这段经文吼，其实对咱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亲像大卫这款人看做无重要的、细汉的、咧顾羊的，
伊却被上帝拣选来成做一国的君王。所以上帝有时真奇妙啊！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讲上帝拣选世上愚妄的，互有智慧的见效；拣选世上软弱的，互迄个强壮的见效。上帝咧拣选的原则，甲咱人无共款，伊是看咱的内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毋知影你家己安怎看家己，检查你对家己毋是真满意，对家己的条件毋是真有自信。但是，请会记住，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毋是看人的外表。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因为咱心肝的敬虔，被上帝拣选。成做伊的器具，检查你会安尼问讲，哎呀，我啥话拢袂晓，我较有可能去互上帝拣选。咱继续来看大卫。当大卫被高拔了，圣神马上支配伊。这段经文中间安尼讲，讲上帝的心马上支配大卫，对迄天开始甲伊三甲地地。所以大卫伊之所以有能力。来领导一些人，是因为上帝的神支配伊啊。伫圣经中，咱常常看见上帝的神圣神，互领袖有信心，更加坚强，而且充满能力，互这领袖会当达到上帝交代因的工作。所以圣神充满毋是要互一个人高举家己，成做一个骄傲的人，反倒当是要互伊完成上帝的工作，互伊服侍上帝。互伊服侍人，成做上帝的器具。所以，当一个人被上帝拣选，互上帝使用，咱毋免烦恼讲，咱到底够有能力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咱恳求圣神来充满咱，互咱有能力，互咱做好的服侍。所以有一寡人有时牧师去人邀请讲你出来服侍。有一寡人会讲我无啥物能力，我免出来服侍，用安尼来做借口来提示服侍。来拒绝上帝呼召甲拣选，这是毋对的。请大家毋通摕借口来提示服侍，来拒绝上帝交代咱的事工。咱毋通用任何借口来闪避事奉。上帝呼召咱、拣选咱，就是互咱起来事奉。既然伊拣选咱，伊就互咱开力，伊的神会帮助咱。亲像圣经中间安尼讲，人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会当被上帝所器重，因为已经献互主，为主所重用，来行逐项好的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一个理解：如果咱的心若愿意服侍，咱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拣选，咱是靠上帝予咱的力量，毋是靠家己的力量。所以圣经来讲，什么人服侍，就本着上帝所赏赐的力量来服侍，毋是靠你家己的气力，是靠上帝予咱的气力。这点咱会真实明白。最后，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讲，上帝拣选咱的目的，上帝拣选咱的目的，第一项就是要提升咱。互咱影响力会当扩大。咱即马可能伫咱的家庭中间服侍，会当照顾咱家庭的人。咱可能做一部分小小的服侍，但是当上帝呼召咱、拣选咱的时阵，伊会扩大咱的影响力。亲像大卫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提升伊，互伊对一个各样的牧者。后来变做牧养一个国家的君王，我是因为咱就无共款。咱看起来耶稣基督的学生，彼得甲伊的兄弟，原本就是一个伫加利利海咧掠鱼的人，但是因回应上耶稣基督的呼召，因后来变做得人如鱼的使徒。所以上帝就扩大因的范围、影响力，提升因。上帝今仔日拣选你，嘛是要提升你，互你的影响力哪大？影响力哪大的目的是安怎？爱咱去祝福别人。
当一个人被上帝拣选，伊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要提升这个人，互伊的影响力扩大，然后借着伊来成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拣选咱的目的。上帝提升咱，毋是要互咱家骄傲，是要互咱成做别人的祝福。今日是2021年的第一个礼拜，毋知影大家敢会记得吼？我伫旧年的第一个礼拜，叫大家交代大家做一件代志，大家敢会记得？可能袂记得啦，吼！我有甲大家讲，我第一个礼拜咧讲道的时候，我拢会讲，你心中爱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中间，也未明白耶稣的。我有鼓励大家爱用一冬的时间去关心因，去影响因，可能会有机会来带伊来教会，带伊去小组，互伊明白耶稣基督。我毋知大家有做无？我毋敢叫恁举手了。今日牧师嘛要来对恁讲，我相信上帝要拣选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上帝拢要使用咱。你即摆你心中爱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你即当的负担。即当中间，你着想办法去来关心、甲伊接触、甲伊起做好的关系，因为伊还未明白耶稣基督，你会当伫即章中间去来探访、去来关心，马上带伊来教会，带伊参加小组、教会一寡活动。咱无论什么款的牧区，咱已经拢有计划，备办好，要对人传福音。若准备好咱家己，互上帝使用，我相信咱也会当成做别人真大真大的祝福。若咱将遮尔好的一个礼物送互别人，这是对伊来讲是一生上介大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所有的人拢相共，当咱被上帝拣选，咱若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要提升你，借着你成做别人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主啊，你亲自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主，你加添阮气力，互阮有机会对也未信的朋友、亲情来分享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恳求主，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关2021年，咱大家拢会当引带准备引带一个人来信主，也愿意互上帝拣选、谦卑服侍。这点，请咱大家来吟诗，记载伫咱这个周报第6页、第7页，第6页、第7页，咱当组织伫甲主坐道来准备心领圣餐。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地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依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无担当大，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也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作下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杯、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面，又提饼祝谢，虽然达成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按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做阮谦卑，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帮助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咱请用恭敬的心，用双手来迎接咱小会员所摕予大家的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出来。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的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之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齐的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活的食物，也互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感纳阮，帮助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抵达了后，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的经说，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煞接，咱要来奉献。若是无方便，也是未了解奉献意义的人，恁今仔日会使暂时毋免奉献。请开始。请大家额头祈祷，请起立。
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看阮的内心，阮愿意受你拣选，阮愿意谦卑服侍。感谢你拣选阮，阮伫遮奉献淡薄金钱，求你接纳。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即贴，咱的主任牧师要来举行就任式。这个时阵，咱请任职者来到头前。今日要就任的任职者，拢有记伫即个所在吼。咱看求报第9页的所在，其中咱有加一位圣灵牧区，有一个乐福小组，有曹玉林吼，咱来加添起哩吼。咱这任职者以外，咱阁有包含咱的各委员会的信徒委员吼，拢来到头前。这个时阵，咱所有的任职者、各团体、各单位的代表，已经拢徛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恁着诚实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你们领受教会所委托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你们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你有要安尼行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各单位的首长，以及信徒委员，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这时阵，咱要来请一个代表来接受咱的这个聘书，咱请上年团契的会长崔伟姐，在当中为着咱的信仰来调磨所以咱来常常替因祈祷常常伫因需要的代志顶面来配合因的事工所以请恁向后转咱搁一遍拍鼓来因鼓励。好，请回座这个时阵，咱也要来进行这个中保大道事工大道者的这个就任式
咱请中保大道事工的大道者来到头前。这个名单吼，有伫这个第10页的所在吼，第10页的所在。你要接受上帝的交代，来担任中保大道者，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敢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差派，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有要安尼行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中保大道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参与服侍？恁有愿意安尼做啊无？恁敢有愿意伫基督室内底的教会事工，也是个人的大道事项，独独只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内底公开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大道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恁有要安尼行无？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教会的中保大道大道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好，请恁向后转，好，然后呢，拍拍啊。来鼓励，关系中保大道吼，除了咱替这大道者祈祷以外，咱可以当有强会当参与。就是你若知影啥物人需要大道，啥物代志需要大道，你着写大道卡吼。伫恁头前拢有大道卡，咱着写了来落入去大道箱内底，吼，带到箱内底，咱遮个同工。对教因的时间来到教会内底，伫大道室内底替这代志祈祷吼。这代志有真侪这的见证吼。牧师以后会甲大家分享吼。愿上帝亲自祝福大家所做的工吼。好，多谢，请回座吼。即马简单来报告。请咱看周报第9页，新的一年，咱的蔡牧师写足水的字书法吼，伫春联的顶面印互咱大家，若有需要的人，请礼拜煞伫咱10楼礼拜厅外面的走廊遐去摕。咱今仔日有。第10页，咱有具体的关怀。咱的会友李怡如的老爸李文定兄弟，伫去年12月初8安息，已经伫12月31举行公祭。还个咱的会友陈聪敏兄弟的老爸陈玉佳先生，伫去年12月16安息，要定伫后礼拜就是明仔载拜1。明仔载初4早起8点半，伫七日殡仪馆第1殡仪馆慎终厅举行公祭。还阁咱的杨文丽长老娘、咱苏茂仁长老、长老娘、张老娘文丽的妈妈杨林淑女姊妹，伫昨昏1月初2来安息主怀，要伫1月16。后礼拜拜6早起10点，伫嘉义大林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愿上帝安慰为主，咱兄弟来关心甲代祷。咱第11页上下骹有一个读经运动，欢迎兄弟来购买第1月到第3月圣经充满我经文填充本。伫外面，咱的4分干事伫外面咱爱纳一点仔淡薄仔钱，80块安尼。即点要
要请牧师过来补充也是。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这位礼拜的兄姐吼，只有几位，第一位是林素智女士，来这里这位家哈，欢迎欢迎。第二位易雨欣是小姐哈，易小姐，来这里这位。来，第三位是黄文琪小姐，露叔，好，来第四位陈义生先生，第五位肖祖恩，应该是因是专家系的人，要不要？好，欢迎。这个同来哈，各一位是张思忠、林佳颖夫妇伫遮哈。其他到第一遍来无介绍到的，咱请这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多谢。南无金圣诗510首，俄罗天顶主宰，请大家起立510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你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强受车欠。